And today I will maintain all income tax and equivalent national insurance thresholds at their current level for a further 3 years from 2028. 大家好，歡迎收睇本集唔講英國。今日我哋要聚焦英國2025年11月通過嘅最新預算，特別係一項睇似低調但影響深遠嘅政策，即凍結個人所得稅 income tax 門檻 tax thresholds。呢項政策背後並冇提高稅率，看似冇加稅，但實際上可能對好多中低收入家庭造成實質加稅。呢個就係所謂嘅隱形加稅或財政拖累。呢一集我會從背景、數據、邊個受影響、爭議、政府立場到對未來嘅影響與反思，一步步分析，希望讓你清楚明白呢次凍結稅門檻對普通家庭意味住乜嘢。也許會比明文加稅更深遠，亦更難察覺。咩係凍結稅門檻？英國最新決定。喺英國，個人所得稅採用分級制度，每人都有一個免稅額或者個人免稅門檻，即年收入低於該數額，部分唔需繳稅，其後收入再按分級稅率，如個人免稅額、較高稅率門檻同附加稅率。根據2025年嘅預算案，英國政府決定將呢啲門檻從2028年起再延長凍結3年，直至2030-31稅年。以現行數據為例，英格蘭、威爾斯或者北愛爾蘭個人免稅額12,570英鎊，基本稅率 basic rate 20%，適用於年收入12,571英鎊至50,270英鎊。較高稅率 higher rate 40%，適用於年收入50,271英鎊至125,140英鎊。額外稅率 additional rate 45%，適用於超過125,140英鎊嘅收入。傳統上，呢啲門檻會隨通脹或物價上漲而調整，以維持稅制公平。咁樣，工資同物價上漲唔會被不公平咁完全抵消。然而，自2021年起，呢啲門檻開始被凍結。如今，政府決定凍結延長到2031年，意味住未來數年，即使物價或者工資上漲，呢啲門檻依然維持不變。呢個將導致越嚟越多人被拉入納稅範圍，或者被推進較高稅率同附加稅率，從而實質增加稅收。官方承認咁樣做係為咗增加財政收入，以支撐公共開支。根據預算文件，呢項凍結將為政府帶嚟可觀收入。2029-30年 Income Tax Threshold Freeze 就預期額外增加76億英鎊，若加上國民保險 National Insurance 門檻凍結，總共約83億英鎊。點解呢個被批評係隱形加稅？邊個會受影響？呢種稅率不變但門檻唔調整嘅做法，經濟學家同智庫稱為隱形加稅或財政拖累。點解話係隱形加稅啊？表面上稅率 20%、40%、45% 冇變到，給予政府一種冇加稅嘅合理外觀。但實際上，由於門檻維持不變，任何工資或收入因通脹、年終加薪、生活成本上升等因素微幅提高，都可能意味住更多收入落入課稅範圍。簡單嚟講，工資名義上上升，但實質到手收入可能增加非常有限。隨住時間推移，越嚟越多低至中等收入嘅人不得不開始繳稅，或被推入更高稅率。呢個係以往只有高收入者先至面對嘅稅階。邊個最受影響？根據分析，低收入或剛開始工作嘅群體 part-time workers、minimum wage workers、年輕人、兼職人士、中低收入家庭，年收入喺2萬英鎊至5萬英鎊左右。嗰啲原本可能因工資上漲略為改善生活，但收入增長被稅收食掉嘅人。多個研究機構智庫對此表達憂慮，當中包括 Resolution Foundation 簡稱 RF 同 National Institute of Economic and Social Research。NIES， 佢哋認為呢項政策將不成比例地影響中低收入者喺所得分配下半嘅人群。具體估算顯示，由於凍結門檻，預計未來有額外約170萬工人會被拉入課稅或被推入更高稅率。此外，根據分析機構，如果呢啲門檻按通脹調整，即冇凍結，到2030-31年 Personal Allowance
本應比現時高出4900英鎊，而 higher rate threshold 應比現時高約20120英鎊。因此，如果冇呢次凍結，好多人可能仍享受較高免稅額、較高 threshold， 而唔需咁快進入高稅率階層。實際數據、未來影響與財政收益，點解政府願意冒政治風險？因為呢項措施對國庫政府收入嘅幫助非常大。根據官方與會計稅務分析機構估算，到2029-30年，單係 income tax threshold 預計額外增加約76億英鎊稅收。而若將凍結門檻政策從2022年起累計到2030-31，僅所得稅門檻嘅凍結，從最初凍結起就可能為政府帶來高達約56億英鎊嘅額外收入。若同時考慮國民保險 NICS 門檻凍結，政府預估整體額外收入從所有凍結 allowance threshold 到2030-31年可能大約67億英鎊，約佔 GDP 約 1.8%。喺稅收結構上，呢個亦意味住納稅者構成將改變。根據官方模型估算，從2021-22年起，2021年時約 15% 嘅納稅者屬於 higher rate 或 additional rate， 即 40% 或以上，而到2030-31年，呢一比例可能增加到約 24%。對普通家庭工薪族嚟講，一個典型例子係，假設你而家年薪為15,480英鎊，如果呢次凍結冇進行按通脹調整，咁你嘅免稅額可能提高到15,480英鎊，意味住唔使繳稅。但實際上，因為仍係舊門檻，你可能要多繳一啲稅，年度多繳約582英鎊。呢個顯示對低薪者甚至最基本薪金者稅收負擔喺無形中增加。對中產或靠工資上漲改善生活嘅人，亦可能發現增薪後實質到手反而唔多。爭議、支持者同反對者立場，呢項政策引發咗激烈爭議。以下整理各方觀點。支持者，政府立場，政府強調冇提高稅率 income tax rates stay the same， 因此技術上冇違反其選前承諾，即唔會提升所得稅率、國民保險 NI 或 VAT 嘅承諾。政府認為喺當前通脹高、公共支出壓力大、債務與利息負擔重嘅情況下，凍結門檻係一種務實、穩定嘅增加收入方式，可以避免大幅加稅或削減公共服務。從稅收收益角度睇，呢個係極具效率嘅籌款方式，收益穩定且規模大，對於未來幾年公共開支、醫療、教育、社會福利提供財源支撐。批評者、反對意見，多個智庫如 Resolution Foundation、NIESR 指出，呢個其實係一種對中低收入與中產階層嘅不公平加稅，因為漲嘅係人頭稅負。有批評認為，比起凍結門檻，如果政府只係把稅率小幅提高，例如加1至2%，對中低收入者反而更公平，亦更明顯透明。而政府偏不採用，係因為怕被指加稅。隱形加稅削弱咗家庭實質收入與消費能力，抑制經濟增長，亦可能加劇社會不平等，削弱社會流動性，尤其對年輕人、兼職者、低薪族衝擊大。此外，批評者仲指出，呢種以凍結門檻籌款嘅方法係一種財政上嘅短期主義，佢並未從根本改善稅制公平性，冇針對高收入或財富做更進步、長效嘅稅制改革，反而將壓力轉嫁到中低收入者，長遠或者侵蝕社會信任。點解呢對普通成年人、中低收入家庭，尤其喺香港、海外觀眾都值得關心？或者你會諗，呢個係英國嘅事，香港或者其他地方冇關係。但事實上，呢個案例有幾重普遍意義，值得其他國家、地區、公眾、媒體參考。稅制改革唔一定係提高稅率，好多時候政府會利用凍結門檻 allowance threshold 嚟隱形加稅。比起公開提高稅率，佢政治成本更低，更唔易引起大眾注意，但對民眾日常生活影響可能更大。呢個係一種操作稅制結構，通脹、生活成本上漲、加稅門檻凍結等於雙重壓力。如果通脹、物價、租金、生活成本上漲，但稅門檻唔調整，實質購買力可能下降。呢個對低收入者、中產、年輕家庭尤其危險。稅收透明 vs 隱形，對政府而言，隱形加稅可能喺短期內平穩籌款，但長遠可能傷害民眾信任。如果公眾、媒體
同媒體敘事，唔留意呢種做法，容易忽略稅制是否真正公平。監察與制度設計重要性，呢個亦提醒各地政策制定者與公眾，稅制改革唔只睇稅率高低，更要睇門檻是否同通脹工資成本同步，否則冇加稅唔等於冇加負擔。對於海外觀眾，如香港呢種凍結門檻思維，即利用制度設計默默加稅，係值得警惕與關注嘅。未來喺公共財政壓力、通脹、公共開支增加、社會福利、醫療、教育嘅背景下，類似方法可能被引入。我哋應該關注乜嘢？反思乜嘢？總結嚟講，2025年英國呢次預算案中對個人所得稅門檻嘅延長凍結看似低調，但其後果不容忽視。佢折射出一種喺不變稅率下透過結構調整嚟增加政府收入嘅思路，一方面為公共開支提供資金，另一方面卻可能加劇中低收入家庭嘅生活壓力。對於普通家庭，特別係中低收入者、兼職者、年輕人，佢哋可能逐漸發現過去嗰種加薪多收入生活改善嘅期望喺稅制變動下變得唔再可靠。呢種變化可能悄然削弱購買力，抑制消費，亦都影響日常生活質素。從制度角度睇，呢個提示我哋衡量稅制是否公平，唔只係睇稅率，亦都要睇稅門檻 （threshold allowance bands） 是否隨通脹同經濟條件更新，否則稅制可能變得對中低收入者越嚟越不利。對觀眾嚟講，我哋應當留意政府喺公共財政加社會支出壓力背景下，有可能採取類似看似不加稅但實質加負擔嘅措施。公眾、媒體與政策分析者都應該保持警惕。最後，我哋都應反思，如果政府真係需要增加收入，係咪有更公平、更透明、更能促進社會公平嘅方法，例如針對財富、資產、房產、遺產止稅，或提高高收入階層稅率，而唔係透過隱形手段拉低中產。呢集就先到呢度。如果你喜歡呢種深入分析，亦歡迎喺留言話俾我知。唔講英國，今次講住咁多先。希望大家可以訂閱、讚好、留言同分享。我哋下次再見，拜拜。